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9月12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出埃及记15章第19节到21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7节到15节。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祈祷。以色列人过红海了后，这个新约啦吼，实在是互人感觉真不可思议啦吼。虽然有的人会去讲迄个大自然吼，忽然间起大风啦，搁有这个海水退潮啦吼，所以这陆地就走出来啦吼。这也毋是啥物款特别的代志安尼啦吼。但是咱捌想过无？就是讲，亲像安尼遮尔拄好的大风，佮遮尔拄好的水来退，吼，佮遮尔拄好会当互200-300万人的人安尼行过，佮遮尔拄好后壁的追兵拢总淹死伫红海内底。就算这是真正咧讲的大自然，迄嘛真正是神迹啦吼。毋是人有法度安排的遮尔拄好的代志。伫咧领受即种遮尔大的恩典甲保守了后，摩西甲米利暗留落真水美好的即个典范，就是因对上帝来献上鹅乐。对第15章第1节到21节，就是安尼记载啦吼。要论到这个祈祷进前，咱先来思考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米利暗。米利暗，咱知影伊是摩西的姐姐。一般足侪人拢认为讲圣经吼，是一个男性主义的产品，所以对女性拢真无公平。当然，这是徛伫即个当初是也是讲犹太社会的结构，甲是文化的影响的内面啦吼。的确内底有一寡男性主义的成分伫迄个内底，但是圣经真正其实也是讲看无去女性吗？无师并无安尼认为啦吼。虽然当初是咱总知影伊的社会背景是安尼，因的文化因素是安尼，亲像台湾共款吼。但是咱知影米利暗伊是第一位圣经中间记载第一位的女先知，毋但安尼，对今仔日的经文对19节到21节的记载内底，咱看见伊不但是一个女的先知，伊又阁是一个第一个妇女会会长啦吼，嘛是第一个吼，咱咧讲敬拜赞美的带领者啦吼。伫圣经内底，伊的地位是遮尔啊重要吼。当然，伊阁较是咱学习伫服侍顶悬学习的一个目标，也是讲对象之一啦。今日的记载虽然真短，但是却有看见上帝赏赐的恩典甲保守，即种献上感谢的祈祷，有足深的一个意涵伫咧内底。马太福音第6章第7节到第15节是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导文啦吼。咱要借着这个主导文来思考祈祷中间的感恩。祈祷内底主导文内底敢有感恩这个成分吗？好那亲像对字面来看袂到啦吼。但是咱先来思考伫希伯来文内底咧讲的犹大的意思，咱知影伫迄个雅各的太太利亚，伊生了后就甲伊号做犹大，迄个名就是俄勒的意思。伫希伯来文俄勒甲感恩是共的吼，是共的。咱看见主导文内底，耶稣的教示中间，伊遐讲到愿人拢称你的名做圣吼。这个这是俄勒部分嘛吼。然后伊讲到赏赐阮日食吼，今仔日赏赐互阮。
这是祈求，嘛是一种的感谢。过来饶赦，赦免阮的过负，饶赦阮的错误，无互阮入伫试。当然是有祈求，但是事实上嘛有即种娱乐甲感恩的成分伫咧。祈祷耶稣讲毋免去讲真侪重复的字句，需要对心底真诚心诚意来发出。反倒当咱来看出来记的以色列人，因真正毋知影啥物叫做感恩啦因为摩西15章一开始是摩西的娱乐的诗，过来是接续是米利暗的娱乐的诗。咱看见以色列人呢，伫咧过红海进前嘛伫遐埋怨，伫咧过红海了后，佫无水通啊啉，佫无肉通啊食，嘛咧埋怨，伊甲责备啦所以咱看见讲，对祈祷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因的祈祷充满着负面的情绪，安尼敢是上帝所欢喜的呢？当然毋是啦按照耶稣基督教是主祷文内底的典范，是娱乐，是感谢，是祈求啦。但爱记得祈求是照上帝的意思，毋是照咱的意思。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9月12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4篇，出埃及记第15章第19到21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7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祈祷。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虽然曾经听说有人这样说了哎呦，那个红海就刚好是有东风啊，大风这样吹过啊，又刚好是退潮啊，所以陆地就跑出来呀就以色列人就可以走过去了。但是牧师的角度是这样子的即便是这么刚好大自然的作为的话，刚好能够让200-300万人走过去都很平安，又刚好让埃及的600精锐部队淹死在红海当中。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个图片这样子的刚好不是人可以控制的，这样子的大自然的刚好，如果不是上帝的安排，那是谁的安排呢？在领受这么大的恩典跟上帝的保守之后，摩西跟他的姐姐米利暗在出埃及记第15章留下了美好的一个赞美的典范，对上帝他们献上了感谢跟祈祷。在论到这个祈祷之前呢，我们先来讲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米利暗。一般我们总是认为说圣经是一个男性主义的产品，所以对女性的描写好像是有一点偏颇我们必须承认是犹太人在当时候有这样的社会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是有男性主义的这个意识是在里面，没有错。可是圣经真的这么歧视女性吗？牧师其实倒不认为了我们看看米利暗她是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位的女先知。不但是这样子，她还是第一位的这个妇女会的会长而且她还是第一位的这个敬拜赞美的这个带领者真的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之一了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15章19到21节虽然是非常的短，但是我们看到米利暗对上帝所赐下的恩典跟保守，他有非常深刻的这个感恩祈祷之意。
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7到15节记载了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个主祷文里面。那我们要来看主祷文中的感恩。主祷文里面有感恩吗？就字面上来看，主祷文并没有写感恩这个字啊。但是我们从几个祷告的词句来思考，比如说，这个他在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个赞美啊，让大家都赞美上帝的名。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希伯来文来思考赞美的意思。我们知道雅各的太太利亚，她生了儿子之后取名犹大，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上帝、赞美耶和华的意思。那在希伯来文，赞美跟感恩又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尊就是赞美嘛，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里面是有赞美也有感恩的意思的。那后面有提到的是，比如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啦，赦免我们的过犯啦，这些虽然都是祈祷，然后像说叫我们不进入试探呢，都是祈祷，可是它也有赞美的成分。我们也曾经这样子领受过，然后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所以赞美、感恩都是祈祷里面都非常重要的成分。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祈祷不要用重复反复的字句，而是要从心里面虔诚的发出。反观我们看看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感恩吗？看起来是没有。我们看他过红海之前呢，遇到红海跟后面有追兵的时候，他开始埋怨。过了红海之后呢，就在摩西跟米利暗的赞美诗之后面，就因为没有水，开始有埋怨，有责难。在过红海前后，或是说他们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就充满了这些责难跟埋怨。那我们如果从这个祈祷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祈祷充满了许多的负面情绪，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吗？当然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主祷文的典范，我们是祈祷是赞美，是感恩，是祈求。但是切记，祈求是顺上帝的旨意，不是顺我们的需要。